嗱，好多人洗完衫之後都會求其將啲衣物隨意咁晾起佢，唔理有冇分類啦，總之見位就攝上去晾衫架上邊咁樣樣。嗱，根據日本一個家庭電器品牌所做嘅報告，晾衫最理想嘅時間呢，就係響洗完衫之後3-4個鐘頭之內入邊乾得到，否則由第5個鐘頭開始呢，就會慢慢滋生細菌，變成可能會有噏味嘅出現添。喺我哋加拿大，特別係冬天咧，室內都會開暖氣，咁加上濕度較低，所以洗完衫之後，某程度都會令啲衣物快脆啲乾噶。咁只不過，就算空氣幾乾燥都好，萬一晾衫嘅擺位唔係咁啱嘅話呢，都一樣有可能出現乾唔透同埋啲噏味噶。所以專家就建議大家最好將啲比較大件，又或者係長褲啊、長裙呢一啲咧，放響晾衫架嘅兩端。而越輕越細件嘅衣物就放響中央位置。其實個原理非常之簡單，就係令到一啲大件嘅衣物或者係長啲嘅衫咧，能夠有更大嘅空氣接觸面，以及有更大嘅空間令到空氣流動，從而加快將水分帶走。若果將啲大件啊、長褲長裙放晒響中間嘅話呢，就好似一棟屏風樓咁樣樣，限制咗空氣嘅流動會響其中一邊，咁當然難啲去乾啦，效果可能相差有成個鐘頭咁多噶。各位下次洗完衫要晾衫的話，不妨試下咁樣樣做啊！